各位聽眾朋友，咁今日咧我就同我哋特意喺香港嘅 DJ 啊 Kenny 傾下偈嘅，因為佢最近咧亦都係有一個新嘅歌曲嘅作品啊。Kenny 你好。Hello， 依怡，好耐冇同你傾偈，好開心啊！可以越洋同你可以大氣同各位新聞市嘅聽眾啊。咁啊，所以咧我哋係三地噶，3個唔同嘅地方，除咗我喺美國啦，你啊喺香港，咁仲有咧呢一位咧創作人啊，一位藝術家 Richard 金先生，亦都喺我哋節目當中嘅。係 Richard 你好。係你好。我係溫金華，從新加坡嚟嘅。冇錯啦，不如講講咧，即係由你最近嘅一個作品咧，同Richard 合作，咁啊以至到咧，哇呢一首歌咧，就竟然咧後來亦都發展咧，就加入咗喺一個 Richard 新創作嘅《棟篤笑》裏邊嘅一首歌曲嚟，而且亦都同新加坡60週年亦都係有關係嘅。不如同我哋講下。咁啊，好開心咧，有機會Richard 咧，係差唔多2年前啦，就話。不如你幫手唱首旅遊關於旅遊嘅歌曲啦，咁樣，因為我之前咧係因為我之前都做咗一個係環遊世界講環保飲食嘅電視欄目啦。其實我最近都籌備緊，亦都有唔同嘅國家啦，都有助我哋咧就去唔同嘅地方。我哋希望咧做翻一輯關於我哋自己想要嘅內容同埋自己版權嘅一啲旅遊嘅電視欄目或者喺 social media 社交媒體嗰度播，好開心咁配合到啦 Richard 可以咧就有機會幫佢哋手唱呢一首關於旅遊嘅歌曲。我覺得都即係好輕鬆啊，好好玩啊，咁同埋咧係一個挑戰啦，同埋咧好開心啊 Richard 咧都喺佢最近同新加坡60週年國慶日咧，佢一啲嘅棟篤 show 嗰度咧就係播出呢首歌曲，同一位新加坡嘅唱歌老師咧就一齊合作。咁係啦，咁多謝晒 Richard 先。唔好咁講，其實呢隻歌咧係好偶然嘅，因為2年前當我寫隻歌之後咧，真係我係為咗要配合 TVB 所謂嘅主題曲而創作。呢部戲係叫做非常日記。非常日記歌曲已經做咗啦，咁我就諗下，不如叫阿 Kenny 唱啦，因為阿 Kenny 曾經有同我合作好多次，覺得佢唱功係 OK 嘅，係唔錯嘅，咁啊有啲新鮮感咯。做咗之後冇原因咧，呢隻歌冇用到，咁啊覺得好浪費咗咯，因為個歌又錄咗，個曲又編咗啦，而且錄得係唔錯嘅。咁然而我就揾下其他機會配合下，即係講唔一定係電視劇嘅，係咪咁講？咁可以配合其他嘅嗰啲運動啊，乜。咁今年係我哋新加坡建國60週年，咁政府方面咧係有邀請我做一個 talk show。咁我40年以往咧係從來唔露面嘅，因為我係一個好低調嘅人，因為我喺幕後嗰度咧，通常我係做創作比較多，咁唔識講嘢啦，你知口才又唔好，咁做棟篤笑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咁當我將呢個消息透露俾媒體聽嘅時候，佢哋嚇一嚇，係咪㗎？咁係溫金話做棟篤笑冇可能。咁當然棟篤笑咧係我一個好新嘅嘗試。咁呢個棟篤笑咧，我係邊講我又邊將我呢40年以來咧嗰啲歌曲，我就揀咗7首歌曲。通常你知嘅啦，因為我喺新加坡，我做係多數都係兒童歌曲為主咯。因為兒童歌曲咧本身係有一個教育嘅教材，呢40年咧，佢無形中就俾我好大嘅滿足同埋鼓舞。因為原因咧係兒童歌曲所謂推廣教育，所謂嘅社會問題，咁能夠激勵社會嘅未來嘅新一代。我當然好希望又好開心將呢7首歌曲邊講而邊介紹，講我過往係點樣去作噶。因為依家嘅歌曲唔似以前80年代剩翻嘅歌，依家因為情形唔止係拍 MTV， 依家係全部係做 animation。animation 所謂係叫做動畫工業咯。animation 咧本身就係有 2D 啊，慢慢係 3D， 咁越做越複雜咯。因為你見到全世界佢哋都係推廣animation 嘅 movie 比較多啊，好似 Frozen 啊、哪吒咁情形，即係講搞到即係講以呢方面已經睇得出佢哋已經係認同咗，其實係動畫工業係一個好大嘅前程咯。咁我係對呢方面係十分有興趣。
雖然呢個唔係俾我賺到好多錢，而甚至有啲歌曲係我自己去自資嘅。咁我覺得呢隻歌咧，阿 Kenny 同我錄咗之後，我覺得好有意義，因為佢係講關於航空嘅。咁啊，所謂航空嘅歌曲，咁喺棟篤笑係點樣用咧？我覺得60週年嘅建國歷史咧，係一個好大嘅成就咯。即係講我為國家驕傲，咁我就情形，不如索性攞一隻歌嚟當係起飛嘅嗰種情緒咯，咁嘅情形。咁啊，真係相當唔簡單吓。咁由呢首歌以至到你就破天荒第一次係做棟篤笑啦。不如講下有關你呢個棟篤笑啊，因為真係唔容易㗎喎。咁我其實棟篤笑嘅內容咧，都係通常棟篤笑係講廢話比較多啦。你睇下黃子華啦、許冠文啦，全部都係講埋嗰啲笑話。但係其實我而家係講係關於人生啦，因為我以兒童歌曲嚟做棟篤笑咧。咁啊，當然佢嘅對象唔一定係兒童咯，我係想去吸引大人啊、家長啊，或者學校啊，你個個嚟聽下，而家社會幾複雜。因為以往咧80年代、90年代咧，啲人嘅生活咧就比較簡單、比較樸素，咁啊要求唔高啦，咁啊過嘅生活好快樂。你睇下依家嘅目前成個社會亂晒龍，世界嘅人際關係又好複雜。我覺得依家嘅人生啊，覺得好脆弱。咁啊，當然即係講喺人嘅理念咧，就成為我哋社會嘅基石。新一代咧，佢應該要學習咯，即係要有好多嘢要學，我哋關於人生嘅真諦咯。咁啊，當然為咗要通過歌曲咧，能夠改善人際關係啊，或者係社會風氣啊，社會一定要和諧。細路依家所聽嘅歌曲全部都係韓國歌啊，或者流行歌啊、英文歌啊，因為佢哋受咗西方嘅影響。兒童歌曲係好艱難有地位嘅。我講坦白呢啲，佢唔似我哋舊擺80年代、90年代咁簡單。哇！兒童歌曲，依家嘅細路全部聽到6、7歲之後就唔聽兒童歌曲，所以當然呢隻歌又唔等於講係好兒歌咁嘅情形。因為依家你唔好唔記得，好多嗰啲觀眾咧，佢哋睇卡通嘅時候咧 ，Frozen 啊、Finding Nemo 啊、Lion King 啊、哪吒咧，佢哋通常都係大人嚟嘅喎。點解咁情形咧？因為佢哋要即係要重找翻過往嘅嗰種真啊！你講咩嘛？即係講我哋做人一定要善良，我哋嘅善良唔知喺到邊度去，因為個個戴住都係假面具，所以我覺得呢方面係一個好大嘅回響咯。我意思咁講，雖然我唔係好識講嘢咧，講坦白一句，因為我做棟篤笑咧，我係以英文少少中文去講，因為我哋嘅新加坡係一個比較多元嘅社會咯，又有其他嘅非華人，佢哋未必要聽華語，所以我就深深嚟講，覺得佢哋嘅反應係好好，因為原本係2個鐘聽我講廢話，咁啊無謂啦，係咪咁講？如果能夠加插7首歌曲咧，咁就一個邊聽又邊睇又邊唱咁嘅情形咯。我覺得係一個好有意義嘅一個活動。咁啊，本來有7首，咁因為阿 Kenny 嗰首，其實我唔想講我深入，因為我諗下，若果人哋聽咗之後聽一半，然後佢哋去廁所唔翻嚟，咁係咩意思咧？即係講佢哋覺得呢個成個 show 嚇，即係講悶死人啦！即係講你唔係啊嘛，亦真係講你聽兒歌，但係我唔係講兒歌個角度去分享，我想去分享嘅就係呢個社會變咗啦。呢個社會雖然好複雜，但係我哋仍然都要尋找翻我哋嘅善美咯。咁啊，當然由 2D 開始嘅畫工同埋 3D 你知㗎啦，以前嗰啲卡通咧 Pink Panther 啊，或者乜都係 2D 啊，又開始嘅。咁我覺得卡通係一個最好嘅管道咯。咁啊，當然依家成個世界都推廣 AI 技術。咁啊，利用 AI 技術去製作動畫咧，係一個好新鮮嘅一種嘗試。咁我隻歌點用咧？我就下一次嚟試下用 AI 做，因為 AI 佢嘅嗰個畫工咧，當然你可以講係比較簡單，因為佢減時間嘛。但係 AI 佢能夠俾到我哋成個工業契機同埋挑戰咯。因為傳統嘅 2D、3D 遲早會滿足到觀眾嘅視覺享受。
同埋佢哋嘅交互嘅嗰種需求啊。當然佢能夠提升好多喺生產嗰方面嘅創意空間咯。所以我如果以 AI 嚟畫咧，係一個好好嘅一種做法。我想睇下我哋新加坡人會唔會接受 AI 嘅。Richard， 點解新加坡人唔容易接受 AI 呢？人工智能，因為點 AI 有佢嘅缺點，係因為做嘅人佢會知道係咩事。因為我 AI 嘅時候咧，我需要人物嘛，咁我冇可能無端白事去揾其他啲明星啊、藝人啊嚟加入呢個 AI 嘅創作，因為我如果俾版權噶嘛，因為要俾人告啊，咪咁講啦。係啊，咁我就攞翻我自己同埋我家人同我兒女出現作為主角，因為呢隻歌係冇對白噶嘛，係真係講係通過歌曲去傳達。咁能夠縮短時間啦，同埋減輕成本啦。咁人物主體咧，但係我覺得人物主體嗰方面咧，好艱難保持，因為 AI 係一個假噶嘛，係一個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嘅做法。所謂嘅佢哋嘅口型啊、嘅鏡頭嘅個表情啊，全部都穿幫嘅，你知唔知？因為點解咧？佢哋全部都係好假，一時佢哋嘅表情好生硬。我唔知你有冇注意到，你喺嗰啲中國嗰啲大陸電視劇佢哋開始推廣 AI 電視劇。我覺得我呢個3分鐘嘅嗰個 AI 嘅 animation， 我畫得半生死咧，因為有好多每一個分鏡佢嘅表情而嚟唔似我，因為我本身我係要俾自己出現嘛。但我覺得有啲鏡頭又似我，有啲鏡頭又唔似我喎，咁我要改咯，即係嗰每一個鏡頭要改，同埋我太太同埋我兒女改，所以我覺得唔容易咧。並且我會好懷疑 AI 佢本身將會繼續落去，而好多藝人將會被淘汰。原因係點解？因為佢減輕成本，而且係能夠嚟降低佢哋嘅製作成本同埋佢嘅嗰個製作時間，佢唔需要藝人。所以因此我好懷疑TVB 點解佢要裁員，因為佢唔需要呢班藝人，而佢能夠即係嚟學習所謂嘅中國嘅大陸嗰種做法。呢個係我嘅好大嘅我嘅理念嘅難。Richard， 不如你又講下呢一首歌好唔好啊 ？Kenny 唱嘅呢一首歌，或者 Kenny 都可以講，即係呢首歌特別之處喺邊度咧？同埋你嗰個演繹嘅方式。首先講呢首歌好唔好啊？Richard， 你創作嘅過程。好啊。主要咧，我都講咗啦，即係呢首歌係關於航空故事嘛。因為我由歌又錄咗咯，個歌詞講嚟講係去旅遊喎。因為本來佢係根據佢哋嘅嗰個 TVB 嘅劇本。咁冇用到點用咧？咁我冇可能講成首歌重錄噶嘛。Kenny 又錄到令人滿意啦。咁既然嘅歌詞係講關於去旅遊啊，咁旅遊係一個好嘅快樂嘅事嘛。能夠帶家人去度假嘅好處咧係乜咧？就係要能夠成立同埋穩固家庭嘅關係。因為彼此咧所謂嘅互動啊，同埋佢嗰個溝通，因為能夠襯足家庭成員嘅佢嘅感情咯。為咗要配合 animation 嘅入邊嘅內容咧，我哋做咗好多 research。咁去邊度旅遊咧？你冇可能去從香港去深圳旅遊，呢啲唔算旅遊啦，真係講我旅遊就行遠啲啦。我哋去遠啲就去全世界啊，美國去加州啊，去日本啊，去乜。咁我哋揾到好多其他嘅景點，呢啲景點我哋要做好多嘅嗰啲 research 啊，同埋佢嘅鏡頭能夠豐富到成個 MV 嘅內容。咁當然，我覺得呢首歌嚟形容大家人去度假係一個好好嘅主題。原因咧係我哋能夠有機會同觀眾講到，我哋能夠有機會去接觸唔同嘅文化同埋環境咯。咁能夠改善身心健康，一家人開開心心去旅行。其實依家嘅情形咧，都係好多人，因為行得食得咪去旅行咯，唔等老咩？係咁講啦。咁即係講我哋能夠轉換下個心情咯。咁我呢個棟篤笑咧，本來係有7首歌，因為有呢首歌嘅誕生咧，係講究家庭觀念咯，家庭嘅凝聚力。我能夠帶入呢首歌做第8首歌。哇！點解知第8首歌個幾轟動，人睇得幾開心？因為點解咧？佢見到做咩 Richard 去日本啊？你知唔知？咁我答應我家人，呢次去旅行係免費噶，我哋去好多地方啊，可以環遊世界添，係咪？係啊。即係我覺得呢首歌都即係好輕鬆，因為除咗係唱之外咧，我要扮演埋呢個係
喺機場有個 announcement 就話，快啲上機啦，同埋咧就講到喺機場度咧就來來往往啊，同埋咧就有些少故事性嘅。其實呢隻歌個好簡單嘅歌詞內容，不如留翻俾觀眾去聽，領悟到入邊佢所講嘅家庭故事咯。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一齊嚟聽聽呢一首歌。咁喺呢度亦都好多謝兩位，咁咧就俾我哋知道呢首歌曲嘅背後嘅一啲背景，咁啊一齊嚟欣賞呢一首歌。正如 Richard 所講咧，就係希望家庭有嗰個凝聚力。好多謝 Kenny 同埋 Richard， 多謝你。OK，thank you，拜拜，拜拜，拜拜。各位乘客午安，請準備好你嘅護照同埋登機證，我哋大概喺10分鐘內開始登機，多謝。來來往往，快起飛了，旅行箱兜兜轉轉。忙碌擾攘，人生無常，離別總叫人思量。纏繞後的聚散，會不會更彷徨？煙霧的方向，氣候越繁長，我的天空越是寬廣。萬里星空，世界兩端，有太多愛與痴狂。飛上雲霄，越是孤單，擁抱越讓人沉重。帶着一臉笑容，會不會更平凡？啟動的方向，消失的航班，我的天空，你來飛翔。熙熙攘攘，快起飛了，日子裡兜兜轉轉。歲月如歌，人生無常，才開始懂得歌唱。守不住的時光，會不會更難忘？模糊的淚光，默默的勇敢，我的天空為你寬敞。下個轉站就將明了，不要滿天星在閃。我會感到沒有遺憾，搜尋最美的地方。高高低低在望，會不會更明朗？無論等多久，我依然堅強，我的天空越是寬廣，我的天空為你寬敞，我的天空你來飛翔。